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地震以后，有一位21岁姓吴的姑娘妈一直找无人。伊是家己一个人，为北部到花莲来旅行。地震迄天的透早，伊坐公车到台鲁阁，经过小队落步道，然后到沙卡洞步道来散步。一路上拢有甲家属保持着联络，但是到伫个7点58分，地震发生了后，就无消息咯，手机也嘛卡袂通。华视新闻独家来联络着家属。 伊的爸爸是讲甲后天，希望搜救队会当帮忙甲查囝找回来。高长头毛看起来正甜正优秀，姓魏女子昨日早起到花莲太鲁阁旅游，地震发生了后，到达游园联络袂着人。家属请朋友发文章斗找人，表示查某囝昨日伫地震发生之前，拢也是有和厝里的人联络。 一直到7点58，地震发生，电话抓卡袂通，了后都无消息。我们知道这个搜救的他们都很辛苦，可是我们是家属的，真的女儿真的埋太久了，我们真的很怕她怎么样了，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赶快找到她。讲到查某囝，家属到后天。 根据了解，失去联络的是21岁姓魏女子。即便伊家己到花莲旅游，4月初2先到七彩潭、东大门夜市啊等等的景点。4月初3早起坐公车前往太鲁阁，规路拢有和厝里的人保持联络。7点33时到小水落步道，mau将相片传到家庭群组。7点49来到沙卡东步道，55分的时，佮讲现场无啥游客。 淹过58就发生大地震，了后就无搁传消息，手机啊嘛卡袂通。时间1分1秒得过，家属有够着急，搜救队员今仔日早起也进入步道继续搜救。今天的搜救重点之一就是沙卡当，但是因为传出呢可能有溯溪的需求，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搜救队员他们全部都穿上了雨靴，而且准备就是要出发去寻找受困跟失联的民众。因为地形的限制，敢会当行路爬山。 每一个搜救队员拢派一大卡背包啊，内底拢是装备。判断救援的地形需要了水过溪，冇特别穿装备。克服万难，敢若希望会当赶紧救出掉伫内底人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